了庆祝拼多多10周年，特拿出30亿现金给大家发福利。只要通过本条视频下方链接下载新版拼多多，都有机会领取最高10元的现金红包。微信提现、当钱花，新老用户都能参与。现在开始，请您通过本条视频下方链接下载新版拼多多，点击首页的天天领现金，看到10元红包了吗？点击提现就能领到了。不信的话，我们现场验证。您好，请问您下载新版拼多多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您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拼多多，找到首页的天天领现金，看看是不是能领到现金红包。还真领到了10块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下载就能领100元红包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也试试。我也领到了。没错，拼多多10周年拿出30亿现金给大家发福利。现在只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拼多多，动动手指就有机会领取最高10元的现金红包。微信提现、当钱花，新老用户都能参与，数量有限，你也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领取大红包吧。